月份4月份的时阵，咱会办一个这平阳的花火节，大家拢有去过无？有去过无？花火节啊，这是咱求婚圣地呢。嘿，平阳都有一个网站，就是讲你若要求婚，你要先登记，会使去舞台上面求婚，啊，一次限一对，嘿，一场一对。嘿，即摆真诶，县政府办的。迄暝啊，敢若有一对会使去你，嘿啊，你放15分钟，你是要偌济对？一对都有够啊！因为讲足久，搁要贵咧，搁要啊，几万人块安尼求婚安尼。伊若是无答应，就见笑。我甲你讲，这招你要学起来啦。嘿啦，嫁互我，这足侪人咧看唔是嫁我，你讲是你爱娶我。我爱你，还有，你若是讲你若无爱嫁吼，安尼就看烟火就好啊！烟火遮大声，你若得后下骹你若听无？嘿啊，你下骹听无？伊会撒弄啊！嘿啊。